罗西亚的堪察加半岛3日发生规模8.8大地震，上无34个人死亡，900人受伤。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拢发布海上警报。大败灭了后，迎头一届召开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向公民团体和支持者会师礼，也讲8月23罢免会继续徛公平。受到大水雨影响，嘉义高雄、屏东的山区拢传出着路基崩塌、水崩山、交通断暂的灾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罗西亚的堪察加半岛3日发生规模8.8大地震，上无有34个人死亡，900人受伤。这届地震呢，也是日本3.11大地震了后上强的一届地震。也来讲到这回呢，这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含着日本、菲律宾、印尼、夏威夷等地区，也拢发布海上警报。离地震较近的日本，目前上界悬的海上是伫个岩手县的九州港，关岛有1.3米。海中一直冲上花，车甲物件伫海洋内底浮浮沉沉。远个所在也看到一栋白色建筑，和大海中将弄向另外一栋建筑。罗西亚堪察加半岛30日伫台湾时间早起7点25左右发生规模8.8强烈地震，互不少民众对厝内底冲到街路上避难。这种地震当涌伫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市东南东远的外海119公里左右，深度是19.3公里，属有这浅层的地震。罗西亚紧急事务部赶紧对当地发布海中警报，要求民众赶紧撤离。俄新社报道，沿海城镇北库里尔斯克观测到5公尺的海中，甲一间鱼仔甲工厂引掉。Уже сейчас по моему поручению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обследованию всех зданий,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социа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Есть информация, что в 15-м детском саду罗西亚媒体透视社报道，有偏远村庄的民众因为建筑物倒去罹难，也有部分所在发生大规模崩山，造成沿海村庄的对外交通完全断去。在古江水孤岛，堪察加半岛州长索洛多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罗西亚总统普廷也召开紧急视讯会议，指挥救灾。这是罗西亚近几年来上界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日本3.11地震了后全球上强的一摆地震。强烈地震也影响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含日本、菲律宾、印尼、夏威夷、加拿大、澳洲等所在，拢陆续发布海中警报。夏威夷当局预测，海中关岛上悬可能来到7.8公尺，需叫民众脱离这个沿海也有较低所在。Right now, the expected time of anything that might happen here in Oahu is going to be somewhere around 7:15. We're expecting it to be at Kauai around 7:10. 离地震地点真近的日本推估，这个海中上悬可能达到3公尺，并且有第2波、第3波的海啸侵袭日本沿海地区。日本这阵观测的烟花上悬的海中，伫岩手县的九州港关度是1.3公尺，其他所在海中关度是10公分到80公分不等。这三中关有58岁妇女开车到避难所途中不幸落入去悬崖死亡。原来美国阿拉斯加的国家海中预警中心是对加州、奥勒冈州、也有华盛顿州、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海中预警。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也对南太平洋的巴布亚纽几内亚、也有所罗门群岛甲万纳岛发布海中警告。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讲到这罗西亚堪察加半岛，伫咧1952年的时阵，就发生规模9的大地震，超过2000人死亡。在今早起7点24分的时阵呢，堪察加半岛再发生规模8.8极浅层地震，是日本3.11了后上界大的地震，也是伫咧全世界地震史内面第6大的。根据着这地震测报中心的资料显示，历史上上大规模的地震是9.5，发生伫咧1960年的第2，第2大是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规模9.3，引起真出名的南亚大海涨，大约有30万人死亡。那最近的大地震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规模9.1，搁再引起核灾。这届堪察加半岛规个规模呢是8.8，地震深度敢若18.2公里尔。是人类有记录以来历史上第6届地震，也引起着环太平洋地区的高度警戒。讲到这届呢，这罗西亚堪察加半岛东部外海早起发生规模8.8大地震，气象署呢也发布台湾史上第3届的海涨警报。这海巡署海洋所呢也赶紧甲民众疏开，通知这渔船啊，已经讲这西南东南部呢沿海是上界危险的，这海涨有可能会来到1米遐尼悬。不过这气象署实际去测量，讲咱台湾沿海的海涨波呢上悬是伫咧南苏只有12公分。
大部分的地区拢无超过10公分。时代大包小包排队坐游览车，落西亚勘察加半岛东部外海爆发规模8.8大地震的影响。气象署发布气压0警报，台南7个区公所专工派游览车去沿海林里来安置居民。金门成功地区小狗影是直架，达到风速5级，海涌1.5公尺悬，气压0伫下晡1点18分开始影响台湾。相关的机关也早就咧准备。及海边活动及近岸作业船只。注意防范。海巡署也伫华北加强部署，可能咧看海涌的民众赶紧离开，也去港边甲渔船宣导气压0的警示。另外，海巡署也请渔会通知气压0的状况，请船主爱甲船只保护好势，并且请外海渔船注意防影。台湾东部几乎都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对形成海啸堆高的效果是不太容易的。根据气象署气压0的警报，原地预估包含北部、东北、东部、海峡沿海，气压0会比0.3公尺较低。东南西南沿海可能有0.3到1公尺悬。后续实际观测的结果是台东成功、小琉球、屏东的东港有7公分，红头树是有12公分，也伫下晡5点10分解除气压0的警报。2025年地震破裂的区域呢，它跟1952年破裂的区域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大概每10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华裔事件。不过，这届地震规模有到8.8，主要刷震动位置就是伫千岛海沟。过去伫1952年也捌发生过规模9的地震。这届为了地震专家郭凯文分析讲，为了达到8,000粒的原子弹，加921的46粒原子弹属于无共量级，后续更较爱注意地震尾。千岛海沟是一个要防范的重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阿留申海沟，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一带。其实也是要注意的。专家也提醒讲，台湾因为伫菲律宾海板块，相对来讲受到的牵连会较少。不过后续7级以上的地震尾，也可能搁再有其他影响，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月26大罢免无成了后，民进党伫今仔日头一届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向公民团体和支持者会示礼，也讲8月23第2批罢免投票会继续甲这罢免团体徛共平。那讲到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甲这8月23当作是家己做党主席任内最后一战，呼吁传统要爱团结。7月26头一波罢免失败了后，民进党头一届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表示，伊承担所有批评，向国民团体甲支持者会示礼，也表态8月23第2波投票会继续甲罢免团体做伙行。民进党会继续与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林右昌秘书长日前已经向我请辞，我也接受了他的辞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要请副秘书长何伯文确实完成我交付的2项任务。在灾区协助人民复原，在罢区陪伴公民前行。宁愿得罪罢团的好朋友们，也要很清楚的拜托他们，感谢他们，是不是？他们能够去撤回这个案子，我就是再包卫生纸给柯总召，让他自己去擦屁股。你要有自知之明。讲家己是党内乌鸦的王世坚是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无应该继续和社会对立。但是意見無予採用。8月23會有7位國民黨的立委罷免案要投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定調為家己黨主席任內最後一戰，化成全黨團結英勇。這是我們21全任期內的最後一個大仗，我們一定要拼到底，一定要全力以赴。對我個人，這也是能夠順利交棒、放心交棒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戰役。除了罷免投票，8月23還有核3延長棒的公投。朱立倫表示，會甲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合作，做伙舉辦宣講，大力支持核3重新棒。當民進黨政府聽不進民意的時候，我們就要用更大的民意，讓賴清德聽清楚，讓辦理核3研議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法律上義務。因黃國昌批評講，行政院無針對公投案提出反方意見書。行政院回應講，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甲民眾提出的聽書是無同，依法無需要政府機關的意見書。建議黃國昌參考公投法的條文，避免錯誤的理解造成錯誤的指控。公司新聞採訪報道。
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已经5年啊！这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李登辉基金会做伙举办数位李登辉特展，希望透过科技，让民众看到台湾民主化历史。前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出席。总统，可以麻烦你帮我按接听键吗？透过 AI 科技，前总统蔡英文和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通电话，未输咧和本人对话。台湾人民嘛爱搁较团结。 拄啊好一届，咱会当来利用即寡先进的科技，互老朋友搁一摆甲我相会。前总统李登辉已经过身满5年，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李登辉基金会甲朱策会做伙举办所谓李登辉特展，唔那是要透过科技呈现台湾民主化历史，也要传达宝贵的民主精神。他所回答的内容是以李登辉总统过往的思想与资料为基础，推论他的选择与价值。 而模拟出来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因应这个时代的挑战。这个展览分做中红、对话、阅读和合影4个展区，唔乃使行入李登辉的厨房，买当和伊开讲，了解李登辉的人生故事和台湾民主的发展。前总统蔡英文佮特别和 AI 李登辉做伙翕相做纪念。 李登辉基金会表示，大家唔乃使用华语甲伊对话，讲日语买通。除了在语义上坚持民主与台湾主体性的伦理框架外 ，AI 李登辉已经具备日语对话能力。主席会表示，展览的期限有2年，未来除了会参考民众意见来调整，卖继续加强台语 AI 的开发，让 AI 李登辉卖使用台语和民众对话。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 新竹家家有受刑人报挂就医刷逃走无回来，搁再犯2件性侵案件。就立委即期讲，这受刑人伫外口偌扫要20天啊，拢无执行躯体发布通知，批评这家家和检方拢是无要无紧的。法务部长陈明谦就表示，会伫1礼拜内完成调查。就立委是认为讲，目前报挂就医的受刑人超过500名，建议会当使用这科技监控，避免类似情形搁再发生。 你保外就医多久了？我请假到7月3号，有发传票给我。互警方压制有缘真唱手，犯下强盗等真侪案件，伫新竹家家服刑的受刑人刚约贤，进前核准报挂就医，不过病情好了后，无按照规定返来家家，甚至阁犯2件性侵案，对甲方到检察机关，拢互立委这期监督管理有疏失。我们在6月9号就已经通报新竹地检，说有这样的。 逾期未归的一个受刑人，你什么时候通知警方？什么时候进行拘提跟通缉？这个还没有拘提。其实世间的受刑人捌向检方申请，会当较慢日间，但是无核准，方要求伫6月初3转去家家继续服刑。不过伊毋插通知，伫外口拍走，一拖就是强要20天，才互警方抓到。就算矫正署回应，拢按照相关的程序办理。煞互立委批评讲，甲证甲检察机关是消极处理，规个逃亡的期间，停伫团款的阶段，无执行躯体，更加卖讲是发布通缉。这件事情责任追究需要多久？我们希望是在1个礼拜内。1个礼拜之内就责名单，谁要负责？是不是要该移送法办？面对专案，法务部长陈明谦要拼1礼拜内完成相关的调查，理清程序敢有疏失。不过，按照即卖的规定，受刑人报挂就医，各方的监管方式主要是按照月份查访。真侪立委拢建议讲，会当用科技监控来辅助。不能够对保外就医的受刑人去实施科技设备监控，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说应该修改相关的办法？因为医生的嘱咐说他病重了，没有办法在监内执行了，所以说他刑期是暂停。所以说，可是因为这些医疗处置行为，它并不是一直都是在医院里。目前报挂就医有505人，其中犯妨害性自主案件有26人。这个标记案要安怎防止受刑人选去，甚至搁犯案？安怎强化监控的机制，这拢引起检讨改革的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灾情，受到这大雨影响，嘉义县一直有灾情出现。这侪山区的车路呢，拢淹水崩山，亲像这阿里山乡的达班公路，着这落瓜嘛，亲像水墙同款。嘉义县长行去到山区勘载时阵，也撞到这路基崩塌，车路逼开。那和山区来比呢，这平地今仔日的雨水是有较少快，啊，那造成这天然灾情，民众真无奈，到代还佫伫咧摒扫。
路面出现几啊条的严重破损，家己官府官员去山区勘灾，拄到惊险的瞬间。路拢无去啊，规拢等你，吓死人！突然一声真大声，大片落机伫目睭前放起，在牛竹人安全起见，随即撤离环路乡，加一里速线。侧村现在是我们公所这边还没有，因为它就是在里面的话，它两边都可以有交通的进出，不会像列为孤岛这样子。土沙水飘落来，一直向道路冲洗。这款的景象伫阿里山乡的大浜公路常发生，路面也拢是落古梅。道路变作河流，文山乡加149路段，互串流的土沙水看过，受到大雨侵蚀，家己关真侪乡镇一流在海。尤其山区道路至少有10外个所在，唔是积淹水，都是土石崩落。嘉义县山区啊，那下的非常多，都在250毫米以上。那所以整个道路里面，那被冲刷得非常严重。因为上大雨的关系，阿里山林铁本线31继续停驶，也毋过昭平甲新北支线有计31下到1点起会恢复营运。比起山区大水河成灾，平地的河势已经较顿河，也毋过水上乡有居民真无奈。前几日的大雨造成灾害，徛过到打也未清理完。像我睇到雨遮，我就进来，我就赶紧来看啊，对不对？而我这个动作没有做的话，就满出来了。在地居民无奈，徛过冲击大量的土沙水，控诉主要原因就是附近民体的一个冻土墙，伫去年风台放弃，这摆搁拄着大雨，和第四个地区的住户都受影响。我们这租户都住那么苦1年了耶，3个台风哎，从上面这样子倒塌以后，土每一次的崩落，我们每一次听。连台积电家己厂区4块位也捌传出淹水，为了为调集相关局处会勘，家己县府表示会争取经费改善附近排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高雄甲屏东，这西南气流伫咧高雄、屏东的山区，雨势就真高，真侪所在拢已经超过300毫米啊。其中这高雄的部连伫24点钟内就超过660毫米。若高雄、屏东的山区溪水是规个涨起来，土石啊放落来，造成台20线、台27线甲台29线这交通断站，目前还搁伫咧抢修。民生大桥也是已经被暴涨的溪流冲击到桥梁。极大土山的串流溪水已经涨到民生桥的桥身，为着安全设想，公路局30下晡紧急封桥，认为这帮桥是台29线南马社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桥袂当行，部落居民要出入就要斜对另外一头过，因为大雨交通中断的所在，佫唔能安尼。因为雨水上高，桃园拉夫兰部落到龟顶县的道路出现土石流，民众赶紧摕沙地来挡，避免灾情扩大。伫高雄山区雨水一天内拢有超过400毫米，包括台27线的6股段、台20线的桃园段。有的路段是因为溪水涨起来做预防封路，有的是因为土石放落在路面。公路局是派出机具赶紧来抢通。那目前山中持续的一个降雨，路面有一些山边坡的泥流跟坍方的部分。甲线公段持续办理的一个清理。另外，屏东来义乡对外主要道路凯南联络道，也有边仔山坪袂堪哩大雨插落，雨水甲土石冲落来冻伫咧路面，有的土石甚至佫冲入去边仔的人家厝。短短500公尺都有4大崩山，公所早起紧急封路，派怪手先来抢通。下晡4点外已经会当单线通车。早上我们先紧急拉警戒绳封闭道路，那么上午呢，我们乡公所先实施单线抢通，目前单线已经抢通完毕。气象署表示，31南部山区也是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随时会上大雨，天气无稳定，民众除了避免前往山区以外，也要随时做好防灾准备。记者柯秉哲、柯家如、柯超勇、高雄屏东采访报道。讲到台南后壁落大雨淹水，即马水也退甲差不多啊。若这后壁车了老街，还阁伫咧大变扫，是因为民众呢厝内面真侪这电器拢浸水歹去啊。若讲到这顶盖风台扫过，厝尾顶到当时还未修理好势，想袂到即马呢外口伫咧落雨，厝内面也伫咧落，民众是真无奈。中央政府呢也伫咧台南成立着这分嘉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各部会也会讨论要安怎治水。
在第二天，规个店面如加价，后壁青了老家，才会店家趁水提赶紧的整理。较无奈的是，电器家电拢总互大水互淹着，地势歹去，要清理家园就要搁一段时间。在咧坐居民反映实在无法度处理，希望政府斗帮忙。另外，自顶一个风台走，即阵天气三不五时，搁无稳定，厝顶也未修好的民众，变啊落雨厝着滴水，互因清袂离，有影真无奈。我家己人安尼流，啊你讲正经啊，拢用贵咧流，安尼不过爬袂起啊。希望讲若讲像即种情形哦，政府会当讲，歹讲吼有一个较老的遮吼，会当甲帮忙啊。啊，所以就算讲你有暗嘛是会漏水哦。有啦。啊，就无奈就对。嘿啦，啊你看，阮家入水呢，你看你去迄间面床买啊。内底嘛是哦。佮村里间会大一尔。行政院长张罗南勘在宣布说，分家南在后复原真正指挥所由政务委员陈金德担任指挥官，3则透早内政部、经济部、农业部甲工程会等单位已经正驻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嘛先开第一摆会议，针对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讨论要安怎有效来掌握工具甲工法，嘛拼要伫明年雨季进前完成重要的治水工程。今天呢是第一次的会议，针对了民宅的一个修缮的一个样态以及后续的协助的这个机制，都会来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以及进行的一个方案等等的。另外，已经因为台南市洪灾造成厝遐受损，补助方案拢已经公告啊，会照算长的程度来补助1万、5万、10万。不过因为拄到大水后，台南停班停课，作业停数有前着。公所嘛讲，拜日1万块的补助案已经发963件，最近会搁陆续汇入去考察。这灾害补助拢总有24000件，相关单位嘛等咧赶紧审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南投的雨水嘛是同款落袂停，信义乡今仔宣布停班。不过市区呢，这南投市的马路溪边啊，有一个架粪班是淹水，经过居民的通报，已经有启动抽水啊。另外，德善的延平里有地基放弃的情形，里长也表示讲，暂时无去影响到交通。大雨落袂停，南投市马路溪边的架粪班停车场淹水达到40-50公分。在地居民表示，拜三早起7点外就开始淹水啊，大约有10几台车浸水。经过居民通报，里长赶紧启动抽水机。7点多就开始。今天收瓦期嘛？现在都已经到那个轮胎了。早上7点多就打电话跟民长讲要叫水器来抽。南投市东山路水淹超过20公分，一台7人座长轿车嘛因为淹水造成故障，停伫路中央袂行，水嘛淹入去人家厝，居民赶紧清理。因表示这是30年来头一届拄到这款状况。8点外啦，啊是洗到一半啊，我点面啊。30年头一遍啊呢，可能这个水排水沟拢无得排的款。另外咧，第三顶的一山路。丁湖桥边嘛，因为雨一直落，造成地基放弃，电火条嘛对咧倒去。有在地里长讲，地基放弃的部分是车路边的地，暂时袂影响到通行。也有大概好几户有受了影响，那目前台电刚刚已经来勘察过了哦，那等一下这边会马上优先把它处理掉。南投市公所呼吁当地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状况、洪灾甲刷车，避免造成财务损失。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讲到台币对顶关税到当时还未出来，只告着风声讲台湾关税是22%，引起投资人的惊吓。台股捌一声300点，不过伫今仔日是反弹起260点，收伫咧23461点。今仔日行政院就表示讲，副院长狄丽君还阁伫咧美国华府进行第4轮的协商，强调会继续用这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用互利互补原则进行谈判。美国关税政策无确定性影响大，台湾关税到即阵也未公布，有对顶关税要伫8月初1实施，外界真关心这个谈判进度。谢谢。关税期间将自有预估关税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向媒体讲，第二军议员伫美国华府伫协商，台湾会继续秉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甲双方互利互补的2个原则来进行谈判。关税无确定性大，30大报开盘是23288点，盘中维持多空的移动。每盘有扭起来，收悬伫23461点。
等待这个所谓的税率确认，只要在2成以内，让市场能够吃下定心丸，整个台股的一个部分就有很大的一个补涨空间。在8月1号到的那个时间点，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还没达成协议，所以比较可能的就是川普呢持续延长这个协商的时间。专家分析，以日本后边公定的15%状况，就已经形成基本盘，就是关税谈判基准。第二个协议可能有3种倾向，上较乐观的是台湾也和美方满意投资，台美双方点头达成15%的协议。要不上较有可能状况是台湾提出的条件，美方也未点头，谈判延后。因为上摆情形就是双方达成比15%关税较悬，像是32%也是25%，也估计讲无啥可能机会增加。美台之间还没有谈判结论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就适用于但川普所谓的其他经济体等于15%到20% 的关税，一个比较优惠的关税税率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那如果说被归类为其他的部分，然后这个相关的代价可以延后支付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以正面来看待。因为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川普团队已经向台湾提出上好的关税税率，杨国无明确表示数字，华府也向台方要求更加多投资。不过专家建议，因为对顶关税法源就也被挑战，无排除过1年就撤销，变数永远真大。呼吁关税谈判应该确定了后再来行动，免着急在一时，避免付出真大代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罢免投票进程，一关南营首长用普发现金1万块，讲城这民众呢就爱投这无同意票，强调税金若做有中就爱还予民众。发展到这边政党机关提案，要求县政府甲去年中的1亿3000多万，含再违法新增加的161亿，就爱分予县民，等于是一个人挺好摕到5万多。花莲县议会伫今年2月份的临时会，民进党籍议员吴仁顺要求县政府伫在违法修法了后，会当摕到161亿，加上花莲县政府税款敲定，照例普发县民一人51698块。去年蓝白立委在立院不断的针对财划法希望地方能够分回更多的这个财源我们花莲县能够分回161亿，那换算下来，我们花莲县的县民有30出头万，那换算下来一个乡亲能够分得5万大罢免连赢惨败，真侪人认为发1万块对投票的结果影响真大。即马地方嘛出现要求地方政府爱比较中央用税金予民众的声音。照算花莲目前普发的金额上悬，引起关心。很棒啊，很棒啊！5万再加上中央的1万，那有6万元，很棒啊！花莲县政府一届钱安尼做一届就用去袂使，是落啥小确幸1万就好啊。花莲县政府表示讲，本案中央也未公布实施，分配数额也未得到，即马无具体的财源会当供应相关的收支评估，佫强调160亿的用途，要优先用入民生法案。那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针对于立法院委员通过的财划法来开始对于各地方政府的分配，能够跟地方政府来这个连接，来这个。那另外对于161亿的部分，花莲县政府也会针对于我们无论是地方的基础建设，或者是社政、卫政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都会这个来提出。无党籍县议员杨华美认为讲，这样提案是临时会提出来。有2个议员呼吁送县府，爱等县政府回应。不过，伊忧心大罢免了的各种政治斗争，希望社会大众会当了解政府财政的量上款，甲敲定税金的合法性分配，甲使用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带条件通过2间加值分业者拢总14项产品的审查，互反分害团体批评讲，根本是牺牲台湾人的健康。也即期卫福部是徛伫咧业者迄边，国建署长强调，这是依法处理，未来也会严格审查。审查2档的加利芬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对外公布结果，国健署伫29公布，有2间国外的加利芬业者拢总14项的产品，伫咧未来有条件会当合法进入台湾市场就市来卖。不过通过加利芬这个代志引起民团不满，烦恼讲加利芬同款的危害健康，对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响。加热烟的烟雾中有29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是传统纸烟的2到10倍。那当然，加热烟它没有传统纸烟浓厚的烟臭味，但是它就是会上瘾。
民团批评政府推动健康台湾的政策，所有条件通过加离婚，也积极国建署伫7月初十则对外表示，敢若剩8件的产品咧审查，结果短短半个月却通过14件的产品，而且拢是来自美国、日本2大跨国的分商。民团也积极讲政府讲话反起反倒，有独立手上的嫌疑。卫福部可以违反台湾的烟害防治法本身的母法，然后护航2大跨国烟草公司的加味加热烟违法上市。如果是图利的话，我就被抓去关了啊。用猜测性的问题我觉得不大好啦。尊重民团的倡议，但是人都有道德的体现。行政机关、行政人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法行政。所以呢，有什么样的证据，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序。对此，国建署是强调，这14项的加离婚产品是伫2023年6月底的陆续上线，审查2年半的时间，决定拢是照专业的标准咧办理，绝对毋是道理，也无乌手作业。目前敢若到有条件通过阶段，也袂当就市。后续佫有制作、包装才会审查，爱通过上尾的审查才会当卖。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厝内面若准有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厝内面的大大小小拢爱落去甲照顾。民间团体表示，讲囡仔人去照顾已经毋是个案，长期落来恐惊影响到未成年照顾者的心理甲成长。卫福部和教育部就表示，会建立更较齐全的制度来协助这寡未成年的照顾者。有时候在帮他穿衣服的时候，我很常会被他突然一个巴掌过来。我嘴角就流血。厝内阿兄有智能障碍，小弟讲自细汉就爱照顾，定会拄着阿兄行为失控的状况。民间团体指出，这款情形定会对未成年照顾者的心理造成严重的创伤，而且因嘛有可能无意识到家己是照顾者，因拄着的状况是无合理的。民团要求政府要爱重视未成年照顾者的权利，买伫学校传达长照资源的资讯。我们的推估大概95%的孩子，如果你在校园里面这些长照的资讯，1966专线的这些资讯都是贯通的话，这些家庭是有能力自己解决。民间团体指出，这种状况不是个案，建议政府爱对囡仔进行普查，甲未成年照顾者找出来，然后爱建立分级筛选制度，针对无同状况的未成年照顾者提供协助。卫福部表示，目前除了修正筛选的指标，优先提供未成年照顾者协助以外，每年还安排未成年照顾者的调查。他如果发现他的主要照顾者是小于18岁，那他就要进行一些所谓优先照顾的一个安排跟调整。在今年的年底就来规划这个所谓115年的儿少生活状况调查。另外，教育部是回应讲，去年有针对学校发布判断未成年照顾者的标准，老师若是发现学生有状况，就会当通报。教育部表示，会继续整合各界的资源，希望在教育的第一线提供未成年照顾者协助，或者囡仔健康成长。记者魏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宪法法庭宣告，代理教师年资的薪水制度有差别待遇是违宪的。就代理教师团体今仔日出面指控，虽然新制度8月施行，不过有一寡证明文件是真好摕到。立委和监察委员也呼吁地方政府都要落实新制度，来保障代理教师的权利。提手板呼吁教育单位重视代理教师年资提诉的权利，因为宪法法庭去年宣告，代理教师年资提诉的制度有差别待遇是违宪。教育部应该对今年8月开始，要求地方政府落实提诉的办法。代理教师的团体在立委的陪同之下，出面控诉真侪代理教师反映提诉是面对真侪阻碍。大部分的代理教师反映跟我说，是大部分人事主任都很乐见这个东西，也很愿意协助他们，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事主任是非常的不友善的，也不把资讯讲清楚。依法让各合格代理教师能够补足过去的年资，加以续薪。善待老师就是我们教育的希望。团体表示，亲像拄到捌服务的师校倒去，证明的物件真歹得到，也是人事的管道处理的态度差真济，甚至佮因口舌等等的情形。对此，长期关注这个议题，监委呼吁地方政府落实新制。相关的服务证明，或者是学校倒了，万一找不到人去提供这些资料的时候要怎么办？那这边其实是需要教育部要统一来做处理。监委认为，地方政府应该重视教育，把资源投入去内底。因为教育部已经按照释宪案制定提诉的规定，
佮要加强甲地方教育单位的沟通，结果提出顶面的真济障碍。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宜兰头城有一个54岁姓柯的头家去到轿车保养厂倒冷气，敢若是无甲电禁起来，煞去电着，规个人煞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急救了后，加载有救倒转来，目前人伫咧病院观察。这路工处表示讲，已经有通报治安署调查，要来厘清责任嘛。救护车向警示车去头城一间修车厂，要载受伤的人，因为一名细苦的冷气行头家，伫装冷气时，亲像无怪220伏的电源，佮无做好在引保护，无设立去电着。阿公无讲，好像不对呢，他怎么的？因朋友是看，不对，他电到了。业者表示，头家放电着倒伫头壳了后，卫生局一直带，随通报救护车送医，万失去生命现象，好在在经过急救，恢复喘气心跳，目前也在住院观察。基本上一定就是先关电啊，不管你，除非你只有做简单的维修保养，比如说看漏水什么的，那就没有关。有冷气行业者表示，无论是装还是拆冷气，也是建议一定爱先关电源，才会避免发生意外。也拢会确实要求施工师傅做到，除非只是简单的维修保养，才袂关。因为这个伤者目前还在医院救治中，那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劳工的相关的权益。这个案件，县政府接到信息了后，已经通报治安署调查，为赔偿冷气行业者甲冷气机业者之间是承揽也是雇佣关系，才会当确保后手责任归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小港三关电池厂伫咧7月14发生火灾，已经过半个月啊。当地里长是真不满，讲这大年的董事长拢无出来回实咧，而且这事故原因也拢无清无楚。早起大约有200位居民去抗议，要求这三关电池厂就要搬走。100几个小港在地里面甲里长手提抗议的诉求甲心声，大声喊出爱三关清场的诉求。小港里长讲，三关自14火烧了后，大年董事长拢无出面回实咧。28发的新闻稿，事故原因嘛讲甲未清未楚。民众要求的安全到底伫倒位，因真正足惊。现在谁敢提出具体方案？应该没有吧？连市府那是不飒飒，对不对？你们什么时候展开清理的工作？经理或董事长都没有来向我们的里民道歉都没有。我们是2等公民吗？这个地方含有瓦斯管线，还有中油的大林厂的中油的管线到这个地方，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地域。针对电源的诉求，三关能源总经理代表接定证书。大年集团发言人表示，意外发生了后，虽然有请人调查事故原因，不过这部分需要公部门来公布，因无法度代表发言。目前也无复工的时间，现阶段会以电源的意见甲心声为主，三关一定会继续沟通改进。时间我们一直很努力，要把后续的做一些收尾。不要让后续任何哪怕1丝1毫可能发生的污染飘出来，影响到各位。一个里重新去拜会，不但只有拜会一次，拜会更多次，一直到更多的民众能够接受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们才会去思考后续的事情。三关表示会继续甲电源厂商改善安全的问题，不过里长强调，不论事前事后，三关的态度已经互因失去信心。现在电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三关清场。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雄场报道。因为目前猪仔的供应量无够，农业部要求全国各地肉品市场今仔日休困一天。即去年底开始呢，猪仔就破病，价数量也减少，拍卖价小1公斤呢也拢超过100块。加上这天气热，又过一寡低调受到风台霜冻，如果爱等到9月过后，供应量才会较稳定。肉品市场内是空啰嗦，无咧拍卖猪仔，因为年初猪仔流行性放利均价。即使猪批破病，药性率降低，最近全国各地拢严重欠猪。农业部各肉品市场业界协调，全国的肉品市场第30休市一日。从年初到目前，今天是第一天，中央政府采取就是增休、停止拍卖。近期的猪源不足，所以严重影响到全国的拍卖量，全部都下降。云林肉品市场表示讲，依照云林肉品市场一日拍卖2400只猪仔，不过最近敢若剩2100只，差超过1成。即使拍卖价1公斤超过100块，
为着要做调整，肉品市场第30暂时休市一日，一般的肉店是第30日休市一日。零现在目前还是不够，而且又价钱比较贵，还是一样啊，因为我们在做生意，就是比较少吃一点，比较少吃一点。对啊，好。云林肉品市场讲，拄仔上涨期大概7、8个月，搁再热人原本拄仔就因为天气烧热，食袂落，大了较慢。啊，若7月风台水在地处中南部拄条海去，加减嘛影响拄仔供应。如果爱等到9月了，拄仔供应再慢慢恢复平稳。记者综合报道。医生惊治扫，吐水惊掠漏，这掠漏是需要功夫的。那阵这自来水管旧啊，也有可能会破坑漏水，会害这车路出现凹凹。因过拢是需要靠人工来掠漏。这钢筋伊即马有开发一套 AI 漏水智慧监测技术，未来会当装伫咧水表、消防栓进行监测，若阵有漏，就会当随时通知。水管用久，难免破坑漏水，自来水公司就要赶紧派人来抢修。过去拢是靠技术人员的经验去找出漏水的所在，即摆利用工研院漏水智慧监测技术，透过机器用听的方式加上 AI 分析，会当轻松知影讲倒位有漏水。这套设备呢，主要就是为了因应目前排水检漏员的一个人员的退休。那退休的过程中呢，他们比较有经验的检漏人员的相关经验，经由我们的 AI 设备。让他们可以快速的进入这一个检漏的一个过程跟流程，而且可以协助他们快速听到整个漏水的声音。现在设定一天误差范围10吨的话，那系统它自动计算，只要在10吨范围以内，那系统就会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哪一区的干管出现了漏水异常。这套漏水智慧监测系统，佮结合 AI 演算法，透过现场的资料收集佮分析，会使把结果传送转去予技术人员，唔免出门就知影讲倒一个路段、倒一个地点咧漏水，甚至漏偌侪水，都会当知影。工研院表示，准确度有到90%以上。是利用那个管路，它泄漏的时候会对这管壁产生震动嘛，哈。它的声音经由土壤传到地面上，我们是用这个探头去截取它的声音，来判断说它地面下、地底下的一个管路有没有漏的情况。工研院指出，这套漏水监测系统已经有甲自来水公司合作，未来会当安装伫咧水表、消防栓，互技术人员透过科技分析甲检测水管漏水的情形，唔能降低人力支出，成本嘛较省。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开9年时间进行高级修复，这国家铁道博物馆明仔载要开放第1阶段的展区，其中呢上界影白的就是这会当坐这拿皮柴油火车游览规个园区，这也是唯一伫咧台北市区内面驶的火车。拿皮柴油客车慢慢经过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的古迹建筑。甲景观绿廊总算到站，这是经过专业真悬、辛苦修复了后，正式出现拿皮柴油客车，也是将要对外开放第1阶段的展区中上大的重点。完全复刻，而且修得非常好，完全跟新车一样。铁博馆自己来负责这个营运，所以会做动态展示。一个博物馆哦，光静态不足以吸引很多的铁道迷。博物馆园区进前是台北机场，2015年予指定做国定古迹。文化部表示，即摆开放的区域包括2000年劳动节迄日予指定做市定古迹的员工浴场。蒸汽机车维修，利用它的热加以回收，来放在那个冷水里面，可以在里面来冲澡。徒弟要帮师傅擦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在行政院长对应台顶人的主持之下，透过启动仪式，正式宣告博物馆展区都要开放，准备引起咱国民众的细汉时阵铁骑路回忆。文化部强调，铁博馆收藏86台的老火车，数量无输世界的大型铁道博物馆，其中60台已经修复完成，未来拢有机会伫铁博园区复驶，串联无共世代回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We award the Uncaged Prize to Family Matters. 评审宣布，2025年纽约亚洲影展 Uncaged 单元得奖的是台湾电影《我家的事，阮兜的代志》。这出电影以中华社头做背景，来讲台湾传统家庭的感情牵连，搬出一家伙仔的爱甲秘密。这嘛是 Uncaged 单元办12年以来头一出得奖的台湾电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那拍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勇敢的事情，也希望这样的勇气透过《Family Matter》这部电影可以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导演潘克印本身是中华社头人，伊表示，伊真早就离开社头，出外去读册、食头路，直到以家庭故事做题材，所以拢伫社头处境。而且影片有80%以上拢是讲台语，就是希望把故乡的气味、家庭的记忆用电影记录落来。我自然是做爱转去中华的，感觉转去的时阵，拢会得到真侪力量。要甲即种转去厝的感觉，甲伊留意即个电影内底。就算讲以后我转去到社头，可能一家伙仔无伫啊，但是至少有即出电影，对我个人来讲，即种其实提醒我讲，我甲故乡的思念是偌深。潘克印导演甲台湾在地风景、传统家庭的模样，透过影片展现伫国际舞台，用电影互世界熟悉台湾。这届纽约亚洲影展 Uncaged 单元，计共有8出电影做伙竞争，成功摕到奖项，嘛是台湾电影的新纪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加沙地区的难民腰肌失当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英国首相斯堪尼29宣布，以色列若唔赶紧收煞，英国按上伫咧9月联合国大会，要成立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I can confirm the UK will recognis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unles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akes substantive steps to end the appalling situation in Gaza, agree to a ceasefire, and commit to a long-term sustainable peace, reviving the prospect of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is includes allowing the UN to restart the supply of aid and making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no annexations in the West Bank. 英国首相斯凯尼29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了后，做出这项重大宣示。伫法国了后，正做第2个会伫9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7大工业国。伫全球140外个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当中，英国甲法国的影响力上大。毋但是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盟邦，也伫联合国安理会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法国外交部长已经先欢迎英国加入法国带领的这一波拍拼停止无尽头的暴力宣传。拄结束苏格兰之行的川普表示，伊无讲到这件代志。We never did discuss it, and we have no view on that. We're going to get a lot of money to the area so they get some food. 以色列马上表态拒绝英国举动，总理纳坦雅胡大文批评这是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主义。不过，加沙战争罹难的人数达到6万，巴勒斯坦散居落去的囡仔，民众烧钱抢粮食，一个往事的画面一直传出来，领导危机恶化的程度轰动全球。就连川普都无接受以色列好人基远的讲法，愈来愈多国家认为应该扩大压力来促成停火。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德国正出名的动物园纽伦堡动物园，伫咧当地时间29传出重大证据。管理单位讲，这人行大空间伤过客啊，族群数量伤过济，就用枪杀的方式杀死12只正健康的人行，引起动保团体抗议。除了伫咧动物园外口和警方发生冲突以外，这动保团体也拍算要告动物园的管理单位。抗议民众集合伫动物园入口，其中部分的人想要爬过栏杆入去动物园，结果有7个人互警方当场抓起来。事件起因是纽伦堡动物园管理单位以人形族群数量超过动物园的容量为理由，清杀部分的人形。动物园的园长达格安克指出，
动物园内底的人行生活区都开始设计，敢来使饲25只的人行，因过人行的族群是快速成长，就算动物园进行节约，也增加到40只规模。伫无都放生也是移转到其他动物园进行的。管理单位依法用清晰方式来减少因的数量。Da gab es einige K.O.-Kriterien, zum Beispiel trächtige Weibchen. War klar, dass die nicht entnommen werden. Genauso Tiere, die i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 teilnehmen. Die wurden gleich wieder auf die Anlage gelassen. Andere Tiere wurden separiert. 实际上，早伫动物园提出这个计划时，动物保护团体就发起抗争，伫说明会才各种场合阻止计划进度。伫阻止无效了后，动物团体决定用法律的方式来控告这个管理单位。Wenn die Tiere zum Abschuss freigegeben werden, die Strafanzeige unsererseits ist schon vorbereitet. Und auch da spricht das Tierschutzgesetz eine klare Sprache. Wer ein Wirbeltier ohne vernünftigen Grund tötet, riskiert eine Strafe von bis zu 3 Jahren oder eine Geldstrafe. 动物园讲，过去开始要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人行数量上侪问题。对2011年以来，已经有16只人行被送往巴黎甲中国动物园。不过，这动物园甲进前把被送往西班牙的另外一间动物园，录音达到家己的接受能力。虽讲几年前开始，又无达到有期效果，动物园也放弃这个避孕的方式。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伫咧香港电影内面，常常会当看到是演员伫咧德甲英架顶头小录小拍。德甲英架真有香港建筑技术的代表性，不过即马是愈来愈少啊。香港政府表示讲，未来会用较用的铁啊来代替德甲。伫香港电影内底，常常看到伫德甲英架咧种飞动的顶边，或者是落落去吊挂的五人情节。大明星成龙有名电影的计划将风势求之。甚至劉德華嘅交線路點解應嘅定邊？我覺得搭棚咧由一條竹啦，可以搭到萬丈高樓從地起嗰種感覺，成座嘢大包圍，或者可能凌空搭個棚俾人咧，我覺得係藝術，同時亦都係覺得好正啊！成件事即係好有香港嗰種縮影啊！點解應嘅甲傳統期嘅同款世代傳承，自古以來喺中國甲亞洲其他地區被廣泛使用。點解因為較顯卡，為中國單邊運輸較方便。喺香港這樣嘅都市環境內底，較簡單來搬加時間。即嘛，這個有代表性嘅香港建築技術可能豆豆消失。香港政府今年3月因安全考慮，宣布會豆豆擴大金屬應嘅使用。如果用鐵通嘅話咧，因為佢出邊市面上啦，以我所知啦，佢買到嘅材料咧，通常都係啲 size 比較長嘅，你翻到嚟要自己 cut。但係如果竹嘅話咧，我哋出邊咧，我哋其實已經係分好晒幾個尺寸嘅竹俾我哋揀嘅已經。同埋竹你相對起，即係你如果你要裁起上嚟咧，即係你要戒嘅時候咧，係方便好多嘅係。同埋你話安全性嘅話，其實竹咧雖然係即係可能個壽命係比鐵通係比較更加短啦。香港法庭局表示，建築工程內底用金屬硬件已經真早是出事。香港政府無期全面禁止，會繼續甲業界頂討論地點硬件頂懸施作安全性。根據建築業議會，目前香港差不多2500個註冊的地硬件機構，為2018年以來有23人因為地硬件事故不幸死亡。在空中的機內底，地圖業有自身的機構地都市，每個大樓內底8頂8下。另外，金屬硬件出台，這個硬件的速度目前依然是未知數。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5度到33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5度到30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6度到33度。平陽金門馬祖對27度到33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